新闻的头一条，来看这个台南市分局的玉屏派出所，有一位28岁女警休困的期间，骑机车外出，结果先互后壁的机车甲压撞，然后搁去压撞到游览车，啊，互游览车交过，当场死亡。家属是真伤心，讲女警每年都要甲同款是警察的男朋友结婚，想袂到会发生着意外，实在无法度接受。 车看到车顶浪费头前驶，无偌久，游览车雄雄大东啊停落来，真侪物件飞到车边。驾驶发觉出代志，赶紧落车看。伊落来，佮看伊奥多摆就对啊，伊无去关心迄个落。啊，伊去看伊奥多摆。一台奥多摆倒伫咧后车链边遐，骑车的查某民众当场过身，传出车祸声音了后，互真侪人惊到。 伫个右后轮，啊，叫我车讲无送诶，无送啊，因为已经乌卡去啊。这台到底啊嘛，啊，这台经过来边啊，大咧顺后镜。 车祸就发生伫咧台南安南区安和路二段。今日日头早7点多左右，经过了解，这一位28岁姓陈骑车的查某民众是一位警察。111年警察特科班结业了后，113年分发到市分局，平常时也伫咧玉屏派出所服务。做警察2年多，这边休假骑车出关，结果后壁骑车的民众敢若无注意头前车状况，去压着伊，所以佮互伊去弄着头前游览车，才会叫搞死。他很认真考试回来，他分数很高才可以回来。第一名毕业要打服务2档，差阮多少差阮多少岁啊？我讲当时要结婚，讲头30岁要互因两个结婚啊，因人嘛是咧做警察啦。亲戚朋友听到消息赶过来，拢无法度接受，哭甲真伤心。因为关卡优秀姓陈查某警察，本来就已经和同款做警察的男朋友特别结婚，想要到线永远分开。查某警察骑奥多摆，两头毁损，车身真侪怪分者，感谢小组来回采证，要厘清车祸主因。肇事驾驶、酒测值均为0。 详细肇事原因尚待进一步调查厘清。表现优秀的查某警察伫咧休假时发生意外，互家属和所来同事拢将艰苦佮悲伤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颖彤。想要来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